的厝价一直起，互真侪少年人买袂起厝，是每一任政府拢正头疼的问题。大清朝伫上任以来发布2波打房的政策，先是甲要买第2户贷款的成数降做6成，上新1波的信用管制，佮加上袂当有宽限期，望讲来减少投资客。今日解发新闻，咱特别请雅纯详细来说明1波的信用管制对房地产的市场可能有啥物影响？是主播。即个央行所宣布压制炒房的措施，和9月20实施迄天的营建股一个着落甲紧绷。到底即件是虾米款的措施？咱先来看上届受到关注的，就是只要你的名下有厝，无论是主体、农舍，也是商办，甚至是兄弟姊妹共同继承持分的，若要搁买厝买头1户，就袂搁有宽限期啊。进前央行对2020去年开始实施第1波的压制炒房措施以来，主要拢是降低上济当贷款贷到几成，嘛是爱买到第2户才有促销宽限期，而且是限定伫咧6都甲新德地区。不过即届嘛做伙扩大到全国拢无宽限期，而且上济敢若会当贷款贷到5成尔。就是因为有真侪投资客买厝拢利用即个宽限期，敢若需要纳利息，唔免还本金。这宽限期若要到啊，就换一间银行继续来贷款，继续来申请宽限期，落尾是一直到甲即间厝卖掉，拢无还着本金。所以即间央行着大力针对买头1户着出手促销宽限期，要来阻挡这投资客。另外，也阁有针对着买第3户、买好价厝甲公司法人要买厝的，拢嘛对上济贷款会当贷到4成，降低到干那会当贷3成，无宽限期。若是要建商卖村的换厝，上济是干那贷到3成尔。因为央行即届嘛有提悬银行的准率，互银行袂当有遮尔侪资金来提供贷款。种种的措施，互人讲是上届初产的一届压制炒房。毋过，都有真侪要买厝，佮有要换厝的，就真烦恼啊！央行就表示讲，名下若是无买厝的，若无厝的要买厝会当用新青安贷款，共款是有5档的宽限期。因若要换厝的咧，只要伫咧1档内甲即间厝卖掉，就虽然无宽限期，毋免受到这第2户干那会当限贷5成的限制。这是由银行会当来核准贷款到底会当贷偌济。咱今日的解判新闻就先讲到这，所来将镜头交转去主播。